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碧珍，又到我的好好运动的时间咯。一下我的等等碧珍老师先来做运动。一开始我的来两只脚打开，好，同样的髋关节同样按开，来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把你的身体往上带，等好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好，吐气，再一次吸，做到等候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松我们整个背部的筋膜哈。好，来看哪个侧面哈，来一样，慢慢的下巴收，好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要等为背弄，然后到位摇滚，好，个思路也到位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，好，要得个膝头做得微弯，好，不用松，要得为膝盖，然后再慢慢的下来，第一摆先慢慢的再走，再松来，好，一节一节的调整呼吸，然后到我们的肩膀，整个身体，等好，好，走一摆，慢慢的吐气。一节一节，从要的背弄，好，从肩颈背弄，慢慢的到要的会摇滚，一节一节的放松。我会知道要的背弄，要的会抬脚臂后背，到四脚臂后背全部都会很有一些很的感觉，好，就让它自己放松，来用技术，好，互相抱着。好，头点头，放松我们的头部，还有颈部的肌群。好，转头，一样调整呼吸。好，再不用松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从我们的背弄有个的地方，一节一节，再慢慢的起来，然后到肩膀。然后双手往上带，肚子数一下，再往后，等后，肩头再不用强松，今天要得为暖身，就先做到压到位。要得继续等等碧珍老师来做运动。要得教大家去训练，要得下半身的稳定度，跟要得的心肺耐力。心肺耐力就会让不能吃到有一些的喘，哈，喺爬楼梯上去晒衫裤的话就唔会按喘咯，哈。所以等等下来等等老师来做运动，好，一开始呢，先教大家稳定，哈，好，下边会预防跌倒的稳定，要得先踏上来，要得波速球。好，在一开始安全啊，做运动轻松以外，就系的安全，好，所以呢，还有爬顺后，还有壁，好，冇做合稳的垫呢，好，全部就动重要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拿一种垫的安尼板凳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身体的重心，好，都起为当高，哈，一只脚，慢慢的先练习。好，重心往前往后，好，然后要得位脚，好，稳定住，好，训练，好，再弯脚，好，板后要得位垫的哦，哈，好，同样要得单脚，好，平衡，你走的来话呢，手走的离开哟，声音哦，哈，也个手，好，完全离开的话，我们会知道你晃得很大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做的练的话你就前后顺后有东西都在板凳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练习把身体的重心，好，练习往左斜前，好，再收回来，然后往右斜前，然后往左斜后，上面那只脚要稳定住哦，哈，右斜后，好，再一摆，
好，还走的来发，手离开，往前，好，都正来，斜前，好，再往斜后，非常好，然后再往右后，好，养个重心，好，再弯片，右脚往右斜前，好，偏移你的重心。好，去训练下的本体感觉，去做的来发速离开，好，好，往右后，好，轻轻的碰一下，好，压脚啊，好，有时候疼到人家接个脚踝有扭到的发哈，下就要尽量老给安尼练一下的，哈，脚跟离开。好，竖板凳，嘿，走的来发呢，好，从个侧面，好，把你的脚跟离开，好，可以的话呢，慢慢的让压重心，两极竖离开，哦，安尼有些难哦哈，但是呢，这些动作练久了，两只脚开一点，较简单，好，好，再来脚跟，好，脚跟练，好，然后脚掌，好，着地，好，也是这样训练，好，你就觉得重心会偏移来，哈，压竖，好，天竖，然后给板凳，很好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稳定性，好，再来呢。来练习一下原地，好，也还有一些研究讲震动，好，震动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，好，神经的刺激连接，好，所以你都当狗，没做练习哦，但是哦，手一定要扶正哦，看安全哦哈，好，左右，按你跳，都当狗。好，训练一下我们的脚一着地之后，然后还可以蹬起来。好，还声音呢哦，也顺的啊。好，声音都不卡，都是腾腾向下哈，左右。好，安尼动好教哈。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哈。顺后莫有尖尖的东西。好，来把它移开来比较安全哈。调整呼吸。好，你跳啊，就知道有一些喘哈。好，来再一次哦，上上下下，原地跳。等会哦。然后呢，等会小腿肚，好，你的小腿后侧，好，就会训练，好，会吃到懂酸软用哈，那其实就是我们小腿的平常的训练哈。利用这个动作去练，好，拉长离心收缩之后向心，好，这个也在动作没动好。你讲，爱模也总爱跳的，唔一样诶。都天南下没做练，唔讲你跳同单狗跳冇强用哦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椅子搬过去一点点，我们来训练一下我们的心肺哈，上下下。从侧面看哈，下的时候呢，至少要一个脚掌的距离，好，上下，好，压竖呢，好，可以先慢慢来，上下这样做，调整呼吸，好如果呢你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加快，上，很好，调整呼吸，上。上，六上也没走的空哈，好，就是踏腿，我进，好，就这样连续上，他弄人家膝盖都不卡，没么用哈，没做安尼扶的，上下，好练习，好再弯脚，上下，等候哦，也还会吃到有一些喘哈，那就是训练我们的心肺耐力，非常好。调整呼吸，好，迄路要行路哦，也总爱运动比迄路要行路行较忝哦吼，行较有效哦哈。调整呼吸，
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往左边跨一步，往右边再跨一步。好，左右训练。好，这样就避免你的脚踝只有前后的动作哈。喺做得嚟发强用板凳。好，慢慢练到稳定的动作较熟的以后，然后就做得竖离开。好 ，1 2 1 2 1 2，好，个扣你去卡都不卡，要练哈。好，再来呢，踢膝扎动作，好，剪刀脚，起到弹弓，然后要脚往后收回来，往后，也还做初级的动作。调整呼吸，嘿，等候哦。好，慢慢的踩下去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加快10个，10、9个、8扎、7，加油哦，6、5扎，等候哦，4扎、3扎。轻喝2扎，好，懂哈。好，如果再增加强度的话，好，如果你的体能已经练到懂后，你就吃到安尼，好，从眼底安尼跳，懂后哦，调整呼吸，轻喝4个，3、2、1，哦，很厉害呢。好，好，要等会整个核心啊，我们要练一下，好，踢一掌，撑过去，停一掌，伸直，3，记得咯，你的背要打直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好，连续动作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再100，1、2。好，身体一直线哦，3、4，好，挺头的，又在动作，也给背弄，好，也给背弄，一听莫安尼，咕咕，这样背部受力太大，好，一听要平诶，好，再100，1，嘿，做唔得咧，放做安尼，出只安尼练，3、4，好，安尼做一番呢。廿個背囊，都唔可以輸鬆，廿個心肺，下擺，做菜呀，收起來呀，全部會較有力啦，要做得較好，你知道呀，已經做到不錯誒，個進階的動作，真跳誒，來再200，等候哦。注意哦，两个脚趾头莫超过你的脚尖，起上，哇，好，要的根本也搞太嘞很多心肺的动作，那我们来拉筋一下，拉一下大腿，好，伸展我们的大腿后面，看一下我的侧面，两个脚趾头我超过。你的伸直那只脚，尾椎收起来，调整呼吸，要吸有一些喘我来换边，勾起来尾椎收，伸展整个大腿前面，很好，好。这一集呢，做训练整个下半身的稳定、平衡，还有我们的心肺耐力，今晡日呢，大家疼的那做都一定有满身大汗等下记得去喝一个水，好，大家做都非常非常的棒，好，安姿势，感谢大家。